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咱做起立，咱来学罗敬拜，来祈祷。咱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学罗咱的主，咱的上帝。手接下来。主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罗你。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奉你的名来举我的手，我要用嘴唇来学你，我奉你名来举起双手，头前来。主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主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我要用嘴唇来学罗你，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主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要用嘴唇来学罗你，我奉你名来举起双手。咱要来学罗感谢咱的主，咱这位上帝。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读来。上主啊，我要全心感谢你，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至高的上帝啊！我要称赞你的名，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擦消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即摆咱来学了这位上主是至高，是慈爱有怜悯。赦免咱一切过犯，拯救伊的百姓脱离苦难哦。咱嘛爱承认，讲阮有家己承认阮家己罪，求主来赦免，擦消阮一切过犯，洗清阮一切罪恶，无下上帝的念头。咱开声来祈祷，咱来学了这位上帝，咱掌管咱的性命，咱开声来祈祷。你啊，主，阮学了你，感谢你，你赐阮，你是阮的性命的掌管者，怜悯阮，你啊欢喜用你的听来擦消阮一切过失，帮助阮会通离开阮家己的歹，互你的意念将做阮的意念，互你的道路正做阮的道路。愿主你来受阮祝福，帮助阮，你的圣神来感动阮。因为你话讲，阮来认阮的罪，你信实你是公义，要赦免的过，赦免阮的罪过，洗净阮一切不义。愿主你来受阮祝福，帮助阮，阮会通好当来到你面前，来是得到主的怜悯。主来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掌管万行有，你也知阮的心思，知阮的意思，帮助阮会通脱离这个歹的念头。伫这个世代，阮面对做这惊吓，主惊吓是对你来，你来就是要互阮有平安的意念。愿主你来受阮祝福阮，透过同心祈祷，你的平安赏赐；透过同心祈求，你的稳定降落。也阮会通伫阮生命中间来测验阮有啥物歹所行，求你用无切草来洗阮，互阮会通心清气、喙清洁，伫遮来敬拜你。学了感谢，祈祷靠耶稣的性命，阿门。那这请坐。咱也为着咱的心灵的需要，咱来到主的面前，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来。伊对上主讲：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倚靠的上帝。上主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逃亡，甲地命的瘟疫。伊要用石甲你压呢，互你秘伫伊的石鼓下，伊的信息最大细的盾牌保护你。咱伫即几方面因为疫情来
今仔日人数就小可有减少啊吼，就会惊遐吼，因为伫咱的桃园这个国门的中间吼，最近佫有这个地增加所以拢免影响咱也求上帝来帮助，互咱出入拢有主的平安咱的心吼需要有主的保守，因为若失去迄个毋望吼，都无想要活落去吼。所以咱为着兄弟因对于面对伫未来，咱知影讲有主通活靠伫咱婚姻感情产业咱的事业，因为疫情检测的工作会受到冲击所以咱恳求主来帮助。即几工是学测即囡仔伫考试因为着因的未来即个考试是影响到因的未来，所以咱为着即个青年因伫今仔日即几工的学测咱为着因来祈祷，求上帝互因有智慧，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耶稣来就是要帮助，互咱有和睦。咱恳求上帝想事的和睦，伫教会、伫家庭、伫咱的职场的中间。如果你若有需要同工为着你来服侍、来祈祷、来祝福，你会当原地徛起来，也是你这个咱开声来祈祷，咱邀请主伫咱心灵中间来掌管做主。主奉你的名来到天的时光，咱同工会当为着这来祈祷现在主，阮感谢你，奉你的名伫这来恳求你伊的关灵充满你的大关灵伫这兄弟姊妹身上。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互因会当伫因的心灵会当得到讨白，灵魂体会当得到自由。主啊，恳求你收因所伫阮的兄弟姊妹。伫灵方面需要有主你的灵来运行充满，互阮的心无惊吓。面对这个世代，阮需要主你的同在，也主啊，伫阮手所做的，阮需要主你的保守看顾，互阮的行通顺利。主啊，阮同心为着这个病痛的兄弟来祈求，也世上的这来安慰。主你家己伫这来扶持、来帮助、看顾，甲因相较同在。天父上帝，阮知影伫这个世代有侪这个险恶，侪这个惊吓，愿主你来是阮所伫阮的中间。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学了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及时的帮助。所以阮伫阮的生命的全方位的顶面，你就成做阮全面的倚靠。愿主你来是阮所，阮知影阮的心需要你的保守。因为阮的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发出，阮的心若惊吓，阮就毋知安怎过日，毋知安怎行头前的道路。阮需要主你的同在、你的应允甲你的引带。这青年因在面对因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坎站的时，因来透过考试，伫遮来影响因头前所要行的路。愿主你来赏赐因有对你来敬畏，会通得到智慧。互因所读的会通伫这考试中间好的应用。愿主你来是阮所，阮伫阮面对着这个疫情的冲击中间，保守阮的心灵，也保守阮手所做的，因为你是互阮会通食劳碌所得到的上帝。愿主你是阮所，继续引带阮，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咱为着主的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正免犯罪得罪你。上主啊，你应该受称赞。求你甲我捌你的规律，你所讲一切的规律，我用嘴出声念。咱为着牧者中级团队，同心合意，求上帝家己用伊的意念来引带伊的教会。也为着咱家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灵命的长进，透过读圣经、祈祷，会通伫遮建立好的关系。有遮个儿童加培领袖小组，也是青年在筹备遮个要互青年的信仰会当热情，这培训营对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随时要调整变线上咱为着因伫主办这冬令营学生的寒假生活
佮有本周的祈祷见证会，拢会当顺利。咱也为着第8区区长陈德如德这个是伊有三种音啦其实这个谢秋芳佮有陈丽珠这个小组长，咱求上帝直接来引带来透过因的牧养，也有耶稣牧养牧者的心肠咱起立，咱做来祈祷，来为着教会为着咱教会头前的路，为着兄弟姊妹当伫遮好的敬拜，咱开声来祈祷。感谢上主的恩典，主，感谢你恩典无煞。哈利路亚，主，阮何等感谢你！伫咧阮的中间，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不在伫你以外。你用你的真理引带阮行伫主你所要想事的道路。主啊，无叫阮家己意思是照你的心。主啊，你兴起你的教会，做做咧领袖，顶心去做这个会的心，会个的热情，对你何等敬拜，透过你的话，透过祈祷。来到主阮对你起初的这个听，愿主你受祝福帮助阮，引带阮头前行迄个捌经的道路，需要主你的引带，你的道来祝福帮助阮。感谢上帝的恩典，互阮伫这疫情严重的时阵，有缘还佫会通伫这实体的礼拜。所以，阮爱献上感谢，阮把每一遍阮会通参加组织，每一遍通伫遮学乐敬拜的机会。主啊，你的话也要成做阮的生命的准绳，成做阮行路的一个规定，帮助阮会通按照你的心意来行，无互阮的心意赢过你的心意。最后帮助互阮伫这个世代中间，主啊，阮做伙祈祷，为着这个世代，特别为着阮的桃园这个国门来祈祷。也互阮这国门伫备受这个疫情的时阵，主你家己怜悯伸手来保护看顾。也互阮伫遮个礼拜，拢会通将荣耀归于你，你的平安就赏赐敬畏你的人。你的话就引带阮，互阮会通得到透放，得到自由。阮也要同心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会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阿免。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只互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阿妹吗？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你甲我，只要相信就要得到。咱做伙要来敬拜咱的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赞伊。伊若嘴内信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赞伊。伊若嘴内信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赞伊。伊若嘴内信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
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将罪孽。伊若嘴内承认以后，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恩典，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将罪孽。伊若嘴内承认以后，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将罪孽。伊若嘴内承认以后，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咱要宣告上帝恩典，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将罪孽。伊若嘴内承认以后，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将罪孽。伊若嘴内承认以后，就要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咱拍婆啊，将恶乐甲荣耀归乎上帝。大家请坐，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因为上帝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咱要感谢主，听咱到永远。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保障，啥物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拄着日头甲风雨，万事有伊在照顾。我是讲心来交托，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听，通永远无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新的祝福，足满满。我要甲主做伙行，我的事要伊知影。当行过日日夜夜，我的问题真高扬。我无家己的竞选，一切路是伊掌管。当我心会完全，爱伊对伊到永远。我
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我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通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我要甲主，我要甲主做过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啥物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拄着你头壳风雨，万事有伊在照顾，我是讲实来交托，我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通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我要甲主做过行，我的需要伊知影，当行过日日夜夜，伊的稳定。真高雅，我无家己的竞选，一切路是伊掌管。当我心袂完全，爱伊对伊交易。咱请兄弟来唱，我有耶稣。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做伙来宣告，我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新的祝福，足足满满。咱感谢主听咱
远到永远。有耶稣是咱生命中上大的富有，咱是富有的人，咱是有福气的人。主要赏赐咱活命到永远，因为伊的赏赐拢到遐，伊要互人就要互恁，这是耶稣的教导。天父感谢你赏赐愿我命，愿要永远学落你神尊名，你个愿叫大听通，得着新生命，是行甲阮同作伴。你赏赐拢到遐，恩典满满，赐我保守我永无衰。你赏赐拢到遐，在阮心中毋茫，阮拢无欠缺半工。你赏赐拢到遐，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天父感谢你赏赐愿我命，阮要永远学落你神尊名，你个愿叫大听通，得着新生命，是行甲阮同作伴。你赏赐拢到遐，恩典满满，赐我保守我永无衰。你赏赐拢到遐，在阮心中毋茫，阮拢无欠缺半工。你赏赐拢到遐，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你赏赐拢到遐，你赏赐拢到遐，恩典满满，赐我保守我永无衰。你赏赐拢到遐，在阮心中毋茫，阮拢无欠缺半工。你赏赐拢到遐，阮满心感谢，阮要一生甲你同行。赏赐万米，赏赐气势，赏赐阮活命的上帝。伊也赏赐阮会通来到伫这个所在，做伙来学乐来敬拜。你赏赐阮有智慧来分辨好歹，你也赏赐气力，互阮会通食乐乐所得到的。较要紧，你赏赐你的救恩是人无法度互阮的。主耶稣来到阮的中间，拍开迄条通天的道路，互囝仔相信会通伫遮来挖靠的人，就会通有永远的毋忘。感谢主上帝，你甲阮的一生拢传好势，你也为着阮来陪伴阮所着行的路，互阮通用信心顺服伫你的引带，带到安静的水边，带到丰富的宴舍。透过学乐敬拜，你的宝座设立；透过你的话，互阮戆的心会通通达。也用你的话来引带阮拄起背逆的心，也会通互阮顺服，引带到伫你所应允的地。陪伴阮的心，你的圣神来扶持，互阮会通伫遮来领受你的真理，
互你的真理会通运行伫阮的心内，得到自由。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阿门。信息173首，恳求演活主圣神，请起立吟全首。心充满我，恳求引我主圣心，定心充满我，我最所做锻炼当用，恳求引我主圣心，定心充满我，恳求圣心的教会，运行个最高，赞愿真心求合一，好无三听头。一生强力结起温柔，恳求引我主圣神，主愿听望。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同心学你，因为你是慈爱、圣洁、甲公义的主。我们用较无的心来到圣地敬拜你，领受你的赐福甲教示。求主赐落你的疼甲信心，互阮勇敢跟对你，甲主同行。伫新的一年，恳求主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时刻归顺基督，用谦卑的心彼此服侍，佮互阮内面有忠心正直的灵，活出基督福音的愿望。亲爱的主，世界犹原搭伫疫情的困境中，人的心难免失落甲烦恼。求主用圣经的话帮助阮，互阮有愿望、有平安。阮相信主上帝会引带，会带领。阮嘛确信你伫危难中会保护阮，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宰。即时，阮也要为着下晡的阿甲伯的领袖小组，甲培训营筹备会会顺利，求主掌权。伫本周线上的冬令营就要开始，学生嘛已经休寒，求主保守看顾，伫疫情困境的时阵，大家拢平安健康，也为着拜三礼拜见证会会顺利，求主来保守。阮也要为着第8区，也就是第15、16、18小组来祈祷，求主赏赐快乐甲智慧，互区长、天赐予长老、谢小凤、郑丽珠小组长有智慧来带领小组，求主帮助因的组员有火热追求灵百姓的心，阁有勤奋读圣经、灵修、祈祷，彼此结连，甲主亲近，过得胜的生活。阮即时同心敬拜、祈祷，求圣神充满，求主的荣光充满伫教会，互阮领受满满的恩典，愿所有的荣耀拢归伫你。安尼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阿门。求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
请咱做伙来启用伫信息后面启用文第23篇，就是诗篇96篇。启用文第23篇，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伫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一声高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产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即是要请第五区来献诗，因所要，请。我最激动。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6章第1到第7节。约书亚记第6章第1到第7节，请咱做伙来共读。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关条条，无人出入。上主对约书亚讲：“你看，我已经将耶利哥甲伊的王、伊强猛的勇士，拢交伫你的手。恁所有的战士，着射即个城，一日一遍，射6日。这个祭司着举7支羊角的扫角，行伫约柜的头前。到第7日，恁着射城7遍。祭司嘛着分扫角。恁一个听着扫角拖长的声，所有的人着大声喊，声墙就会倒甲平。大人拢着继续进前冲入城。论的囝约书亚调集祭司，对因讲：恁着跟约柜7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伊阁甲人民讲：恁着进前去射城。带困去的，着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只是要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当扫角得谈”。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当你的扫角得谈，所有人拢要聚集伫你面前。当你的话语会伫遮开帖，互阮5个人会通得到通达，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较要紧赏赐阮顺服的心，顺服你的话引带。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咱知影讲两岸的情势不断。伫遮伫升悬，无论是空中的威胁，还是海面的威胁，拢咧影响咱的安全。所以咱总统伫1月14到伫高雄做赢迄个海军的水星码头，伫迄中间来宣布，咱第1支的即个。海军的192军舰的即个步雷大队成立第1甲第2个中队所以咱看过去拢是用人工伫遐底布即个水雷伊的淡水潜水艇淡水艦若来就会甲当伫遐阻挡咱若照即个武器军力来。比如伫遐来对立检测咱的军器，咱的兵力是无够的，所以咱即马伫发展的叫做不对称无对等的即款的战略，就像若像迄刺猬安尼你要来甲拍我就互你拍但是我嘛甲你拍倒转去。总统伫遮咧宣誓讲，咱要互全世界看见台湾，要守护咱家己国土的这安全。所以透过遮个军力伫遮咱无论是家己国建国造，就是家己的军舰家己制造，无受到外国伫迄中间来甲咱限制即马嘛是迄个军机嘛是家己有安尼伫制造啦所以你家己若无家己有家己的这勇气家己的这制造可能咱拢爱需要受到外国的这个限制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咱今日看见这段经文，
嘛咧看去耶利哥也是以色列因的军力实在无法度去比拼吼，无对等。但是伫这中间，上帝吩咐用无共款的方式，讲恁去遐散步啊、踅踅啊，拢掂掂啊吼。前几工6工对无？啊，踅一轮，一工踅一轮，啊，拢掂掂。如果是你啊，你会照安尼？上帝，你是咧创啥？你咧甲阮滚耍笑是无？啊，这咧烧钱，你叫阮伫遐散步，哦。啊，第7日，吼，啊，甲叫阮哦，哇，听到迄个分喇叭、迄哨角吼，迄补落的时阵吼，啊，恁大声，比如讲咱说哈利路亚，啊来，恁画者好无？来，哈利路亚，来连续3声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啊，就倒啊！如果若是你个讲，耶稣啊，你是头壳。去互迄个石头牵着哟，咁安尼，所以你是毋是会伫迄中间来怀疑啊？像讲伊就照伊，讲伊就照伊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到，如果你若是约书亚，也是以色列的遮百姓、遮战士，你听到即个命令，你会安怎反应？感觉讲很荒谬。你感觉足戆影，哪有用即款的方法啊？伫所有的即个兵册内底无即款的方法吧？所以这就是要互咱认捌讲，即位掌管输赢上帝啊！迄个美角就是伫即所在。你若用一般咱所认为的吼，迄无啥啦。但是上帝拢用无共款的吼。啊，头一阵用即款的，第2阵敢就共款。无共啊，所以你若继续啊看落去，你也看上帝哦，用无共款的战术，无共款的策略，啊，所以这领袖，这百姓要顺服啊无？第2阵就拄着啊，无顺服就拄着啊吼。第2，咱要来看讲，徛伫人，你对即款的认知，互你伫遮来看见即个输赢的关键是啥物？是靠你家己的才调吗？靠你有偌济这个兵器吗？靠你高强大汉吗？毋是。所以头一阵这个圣战哦，做示范，要影响伫以后。所以头一阵耶利哥，咱知影有派探啊，所以详细伫遮来侦察，也去拉合因兜对无？咱毋知还佫会记得。这个探仔甲拉合会应允啊无？甲伊立约。我甲恁救，用这红绳啊，甲恁堆落去。恁会记哦？恁即马讲入来，爱甲阮怎？救我啊，搁送。阮爸母、阮兄弟姊妹啊，伊嘛甲约束啊，你茫乌白走哦。你若乌白走哦，迄样代志我无负责。所以探仔甲讲，爱组织伫你的家。伫恁兜哦，啊，所以当攻城的时阵，恁毋通乌白走，恁爱伫即个稳定的所在、应允的所在。今仔咱看，敢若看到第70，我鼓励咱看到尾啊。所以伫遮有看伊讲，当啊，迄个时阵，甲伊应允的有伫遮来完成啊无？有。约书亚特别吩咐，讲恁若攻入去哦。迄个白红绳啊，伫窗啊白红绳迄间哦，毋通去甲毁灭，毋通去甲去甲讲哦。所以真正即个家庭就伫后壁得到救哦。好，兄弟姊妹，咱知影讲对即段圣经，咱来了解这位上帝什么款上帝。你若逐遍看圣经，我鼓励咱，你对无共款的角度，你认捌这位上帝是啥物？真有智慧，还是安怎？所做的拢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啊！所有的策略你敢会安尼想？若照一般的人来看，无可能用即款的方法来，你用笑个对无？但是咱看讲，伫遮咱做来读来，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关条条，无人出入。咱来想看觅，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好消息啊，歹消息啊？
好消息因行到看哪对毋对？那对咱来看好消息嘛，对无？但你知影无？那直接咱阁有看出讲因的惊吓嘛，啊若对迄个拉合伊的喙中激励以色列人讲，即摆因拢皮皮喘，惊咱去甲讲，对无？所以城门关条条，对咱来讲是好消息。咱来看讲耶利哥一个城门啊，阁处处啦，过来伊要讲真恶讲。顶回无互咱看即个城墙就讲头前有一道墙，后壁阁有一道墙，所以要讲无简单。来，咱来看讲，当因咧喊话的时阵，迄个帮拉合伊是住伫第一道墙甲第二道墙的中，所以挖城墙啊。所以咱有看伊讲伊把红绳啊。然后互因堆落去，拄啊会通伫遐逃走。恁著为迄边山去，米3日，甲佫逃转来安尼吼。你若头前有读，你就会记吼。所以大家咱了解讲，即个城伊不止坚固，那安尼，若照古早近东的即个战争来看两军对战，我看我较输面，所以我就安怎？迄电视咱拢看过啊嘛，城门关开，城顶挂一块牌仔叫做，恁拢无看歌戏嘛？免战牌嘛，对无？免战，看你挡偌久嘛，对无？你知影若有去过耶利哥，你知影内底有水泉无？有啊，有水泉。迦南地的牛室是安怎丰富的？所以伫遮因的牛室，因有水，若安尼套动啊。无啊，看啥人挡较久啊？恁要来甲阮战，全家大细、精生，才拢带来，你知无？我知影恁拄仔过约旦河啦，外口检测恁会通伫遮小可静一下，看恁种的有袂啦。所以咱想看觅，伊会通固守偌久？若照耶路撒冷因较早巴比伦也是遮的外敌要来攻的时阵固守到18个月，安尼偌久？年半咧，因遮有水泉，有遮个牛室，好啦，挡个2年3年，看你以色列人你挡会牢袂？虽然咱来想讲，若安尼对因来讲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兄弟姊妹，我阁问一遍，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歹消息咧，因为因若拢无要出门，因内底阁有水，阁有牛室。上帝，你阁叫阮莫炸武器，嘛无武器，无人咧攻迄个城门嘛，为安怎？悬的迄个车对无？有楼，上无嘛有楼梯，拢无啦。上帝，你是要变啥物棒安尼？所以对因来讲，头一个因拄到的你啊看描写讲因足惊吓、惊远，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并毋是好的消息咯。因若城墙作用，因伫遐好啊。你看外口恁的牛室无啊？你若最近有看迄三国，对无？三国的战争伫迄中间，就讲牛室是上要紧的。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当伊的门关条条来讲，因是用防守守势。好啊，恁足强，但是我守互条就好。看啥物人挡会久。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个上帝就用无共款的方法来，因关条条，我互你一个策略。但是伫遮咱来看，以色列因无小战，以色列因伫迄中间无兵器。以色列咱看讲伫迄中间，若对他们来讲，伊所报告的讲伫阿拉族的目睭看做是啥物？草莓，所以无对顶嘛。所以伫这中间，耶利哥城墙坚固，然后咧武器真好，战术，阁有物产丰富，水泉有够，城门关条，看你要安怎讲关
所以无法度伫迄中间，上帝，嘿，我互你一个策略。所以伫迄中间，伫迄个较私密的中间吼，伊提供一个上帝讲好，安尼吼，一日洗一日，啊，人点点哦。啊，所以洗日若是你会感觉安怎？空暗个，迄洗的时阵，顶悬会安怎？会甲你写钱袂？会牵石头袂？所以嘛有迄个危险性的。啊，上帝你啊，洗一日偌久啊？啊？洗一日安尼？啊？无啦，毋免遐久啦。洗一日差不多900公尺尔，差不多15分，甲你的边讲15分。啊，一天哦，啊来洗15分，还来回家休息。啊，第二天过来，啊来晨队，搁洗15分。一直洗到第5天、第6天，你敢会感觉讲，啊你搁洗落，阮就戆戆洗啊咧哦，啊敢有效啦？想看觅哦，你若是以色列这百姓哦，那一天洗也拢无啥物做文着，无啥物影响。洗到第6天啊，啊第7天搁要叫我，若听到迄长的哨角，啊阮就甲化哈利路亚安尼吼，甲化落安尼哦，敢真正啊洗6天就拢无啥物代志发生啊。你搁叫我洗第7天，啊搁爱化，啊拄啊咱算袂歹啊，啊若平常时叫咱化哈利路亚吼，对无？画袂出来啊！安尼若真正有迄个毋茫，你甲画出来的时阵，所以伫遮对咱的信心来讲是有一寡挑战的，你知无？你的信心是拄着即款的困境，洗敢有效？即款的方法策略敢有效？你就开始去犹豫啦。啊，你姊妹，我问咱一问：你用啥物款的观点来看即件代志？亚里哥我去过5遍啊，每一遍咧行伫迄个所在时，哇！上帝啊，你伊甲胆拢袂使阁去嘛，所以拢是迄个荒废的所在啦。所以要互世间人看，甲今仔日互咱阁看到即个所在，上帝安怎伫迄中间来吩咐，互大家看讲这是上帝咧征战啊。所以有机会若讲疫情较过，有机会去的时阵，你会感觉。哇！迄边仔拢无甚丰富啦，总是你会怀疑上帝用的方法啊无？来，所以咱来看讲第3个，你知影过去咧烧钱，因若要好嘢爱靠烧钱，靠做神吼袂富气啦。你若讲要好嘢吼，较早有真侪即个佣兵啊，去用请的即个兵啊，所以。太赢了后的时阵，因就通得到即个战利品，也是讲即个佣金啊。即个金钱，所以真侪人因可能就惊即道做佣兵，互因会通伫遮好业，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途径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见头一战，家己爱去炸便当，啊，家己爱阁有性命的危险，啊，阁后壁交代啥？来，咱来读看觅来。即个城甲内面所有的，拢着完全毁灭，献互上主。只有长期拉合以及所有踮伫伊厝内的人，着留因的性命，因为伊有创咱派去的侦探。恁着谨慎，毋通摕应该毁灭的物，才免恁受咒诅。恁若摕应该毁灭的物，以色列全营就会成做应该毁灭的，惹起灾祸。毋过金银以及铜甲铁的器具，拢着分别做成归乎上主，收入上主的府库。安尼，遮个烧钱的人安怎？脑术对无？啊，搁爱家己炸便当，啊，搁有性命危险，那你买无啦？所以伫遮咱会想讲，当来服侍，哦，还佫爱开钱，还佫了时间，吼，还是当得到啥物？迄个属天的看见，也是你看见眼前的迄个利益。这拢是咱一个信主的人，一个信仰的条件甲困境。
所以当你咧服侍，你是用照外口的即款的价值观来咧看，还是你用信仰、用上帝的角度来看？因后壁的战争都无共哦，会使克啊，但是偏偏有人就安怎？有顺服无？继续甲看落去，你就知影讲有顺服无顺服。第二战甲战回身哦，啊上帝你都讲安怎稳赢啊是安怎？哦，这剧情你家己去看。后边咱会阁讲哦，所以伫遮咱看见讲，上帝应允，上帝你的应允是确实的哦，胜利伫你的手头啊，这敢是上帝讲？来做来读来，上主对约书亚讲：你看，我已经将耶利哥甲伊的王、伊强猛的勇士拢交伫伊的手啊，安尼是毋是赢？赢对啊！啊赢咧久啦，赢后壁吼是爱你顺摊啦。你若无照后壁的话做，头前你伫遐想尔。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上帝的话一出，约书亚爱相信无？爱相信，一个领袖爱相信啦。然后伊吩咐落去，百姓爱相信无？爱相信嘛。虽然即款的方法策略哦。6天散步者，啊，第7天洗几日？安尼加起来洗几日？拢总这个战争哦，洗13日啊。头前6日，后壁7日，加起来13日。安尼讲，化化就会倒啦。上帝对你的耶利哥，甲你讲啥？什么是你的耶利哥？什么是你爱去面对的？你爱去突破的无？上帝讲，你着爱安静、听候，最后互你有一个方法，你着宣告，啊，你袂无。所以咱想讲，上帝对你的耶利哥是啥物？是啥物？目前对你来讲是工作吗？是啥物款的代志？请做你性命的耶利哥，你需要去精进的啊无？对迄病痛的人来讲，迄个病痛，迄个惊吓是伊的压力高咧，所以你变咱鼓励用上帝话啊，鼓励互伊勇敢起来，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互你的心勇起来的时阵，你就通去面对你的病痛。啊，若无就是惊落软，你就失望，你就放弃。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你通想象一个烧钱的人，约书亚，吼。上帝叫伊用散步的方式，啊，毋是伫遐个烧蒸，毋是伫遐个烧拍，用即款啊，佫点点，对咱一般人来讲 ，OK 啦。若对个爱讲话人来讲安怎？你叫伊一工拢莫讲话哦，爱伊的命，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看伊讲，当扫角一担的时阵，约书亚吩咐，恁着喊话。上帝要安怎将你的问题、将你的压力哥，互你有适当的方法，伫遐来面对，伫遮来赢过。上帝吩咐你是有照做啊无，这是关键啦。咱来看讲哦，你若雕工伫遐要花，要伫遐看会倒袂，咱看遮囡仔，摆一寡遮姊妹，啊，你也跳甲花。免啊，像写球安尼啦，或者做游戏。来跟上哦。来积木摆伫房啊，摆伫迄个6楼呀。好，来听好指挥。我数3、2、1就跳，3、2、4。喂。1。3、2、1。他作弊啊！你也看伊安尼跳，迄个积木就袂倒的，对不对？啊，何况是这城墙啊？但上帝讲，第7天，啊，你是毋是行到第6天了？好啦，我搁试看卖，我搁用信心伫遮来经历，我来读看卖，上帝话读看卖，我来祈祷看卖。咱来读这段话。12家的信息对遐个灭亡的底行的人是愚妄，不过对咱这个
得救得行的人是上帝的大能。有当时咱讲是为家救恩，迄愚妄的人咧想的，愚妄人咧做的，但是上帝你却用即款的方式直接来拯救世间人啊！你毋是用其他的方法，你竟然是耶稣，你上十字架顶，然后为着阮来牺牲。你毋是骑战马入米口伫迄个耶路撒冷，伫遐要顺领阮拍败罗马帝国吗？上帝，你哪会用即款的方式？人伫迄失望的中间，总是无看见上帝的权能。所以，伫一般的人感觉信耶稣，哎呀，迄戆人啊，对吧？但是，这个十字架救恩却会当救咱一直到永远。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一个领袖、一个信徒，伊需要做的就是顺服。上帝叫你说一人，听伊的话，照安尼去做。第二天、第三天，安静。你安静去领受，上帝予你有啥物款想法？我常常嘛咧想啊，安静啊，祈祷啊。想教会未来道路，无须嘛咧想家己未来道路啊。上帝，你安怎行，安怎带，我就安怎跟对。毋是人安怎讲，是我安怎带你，你就跟对。约书亚，咱看伊讲，伊安怎将迄个主权交出来。咱做来读这段话。伊应讲，拢毋是，我是上主军队的统帅。等我来，约书亚就趴伫涂骹拜伊，讲：我的主对你的仆人有啥物吩咐？上主军队的统帅对约书亚讲：将你骹里的鞋脱起来，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的。约书亚就照安尼做。约书亚这个时阵将统帅权交伫啥物人手头？将主权交伫上帝手头，互上帝来引带。啊，你讲啥我就做啥啦。啊，你讲说我就说。啊，点点散步我就散步。所以好亲像讲，咱咧心经祷告安尼。你咧说哦，点点啦。啊，你莫去酒店安尼甲画落来是哦。点点说就好，点点祈祷。到要宣告的时阵，上帝互你知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一个战术，上帝用无共款的方法，感谢人感觉讲，哦，这哪会遐戆的方法？总是伊顺服，伊照命令去行，后壁就带来应允啊，敢毋是？进前迄大学的应允嘛互伊啊。咱做下读来，恁的囝约书亚调集祭司对因讲。恁着跟约柜7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伫遮咧讲啥？即场的战争是宗教的意义，较赢过军事的意义。要互恁看讲是啥物人烧身，毋是靠咱昨下做伊的迄个金句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是靠上主的同在。这场的圣战头一场是要互人看，是我行伫头前，约柜象征上帝同在，所以过约旦河嘛是安怎，祭司安怎，骹一踏落，水就停。有人咧讲，迄拄啊好土石流，所以水怎啊停的？啊，敢有遐拄好？圣经讲，迄祭司骹一离开，啊，水就开始流啊，检查嘛拢有可能啊，但是迄拢上帝咧做啦。所以有人讲啥？哦，啊第7天啊，甲化落吼，啊城墙就倒，啊拄啊好安怎？迄化的时阵吼，地动啦。恁若看迄个影片，迄个学者就安尼讲法嘛。啊嘛有拄啊好，啊若拄啊好嘛是上帝作为嘛。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拢有迄个可能性，但是就是照上帝的话，伫迄个时间伫遐来成就啊。这个就是咱所要看的上帝的教。
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迄两个探仔所应允的，伫长期因兜的即款的应允，嘛伫迄中间来实现。所以因创入了后，因就真注意迄个上帝所透过约书亚所吩咐的来拯救即个家庭。今仔即个家庭有信心，上帝要互伊伫迄个苦难的中间受拯救出来。这如长老讲，牧师啊，这出这出爱看啦，叫《华灯初上》啦，毋知有偌济人咧看，有啦我莫叫恁举手啦总是伫即个剧情的中间咱知影讲有迄个苏静华做迄个苏妈妈嘛搁有另外林心如对，即两个真好地高的即个姊妹，总是伫尾安怎？因勾心斗角对立我无看，我是去看剧情的分析安尼啦总是我的主要毋是要讲这啦我主要是讲伫因中间到尾拢无有迄个和好和睦。但你知影讲即个剧是咧描写啥物所在无？描写1980年中间，伫林森北路台北的林森北路，即个日本式的酒店伫迄中间的一个故事啦。所以对即个时代来讲咱检测有当时会经过迄个所在，伫即个剧情就是彼此伫迄中间来勾心斗角，就是用迄个。歹心胸也是用对立然后咧到尾人的心破碎无和好恁若要知，恁家己去看。当时我要讲的就讲伫即个遐有一个叫做敬拜中心即个祈祷的敬拜中心顶回老牧师咧讲道的时候有讲一个颜金良牧师。甲伊的牧师娘，即个丸山洋子，伊嘛是一个宣教师甲牧师啦。所以伊咧对一个姊妹讲一个姊妹咧分享伊的见证。伊对即个姊妹讲：你若无拄着上帝，无拄着阮你检测你的结局是甲苏妈妈共款。即个少女，伊真少年的时阵，即个原住民的少女就去互卖到伫酒店做厨妓嘛。所以伫迄酒店中间伊就种去卖做厨妓。后来受社会局的通报，因为即个牧师娘真早，伊是伫迄个丽乡基金会、立新基金会是过去有一段时间会专门咧救遮个啥？厨妓这系厨妓所以有一天，即个姊妹，即个是迄个宣教师啦就种伫教会内底有一个姊妹，然后伊受病，后来有受解救，了后送转去到伫山顶，山顶了后伊受压迫去嫁互人，伫迄个嫁人的中间，生活嘛无介好，所以即个先生无接纳伊过去，佮强迫伊流产安尼所以后来伊就无法度伫遐来生啦。所以伫伊咧见证讲，伊过去迄段的日子，实在是真不堪。后来山顶歹讨趁，伊就佮倒转来到伫都市，然后就到伫林森北路伫迄个酒店来上班。伊生做差不多甲女主角差不多啦所以算真水啦你知影讲，像迄酒店，伊迄隔壁也像即个对面的即个酒店，就会互相伫遮相害，你知无？你伤红，然后就要设计要甲刣啦。所以即个姊妹就是咱讲亲像内底剧情一个妈妈桑就叫细汉的去要刣即个姊妹，即个原住民姊妹，所以就伫个酒内底甲下安眠药下毒，了后看伊死死昏昏，伊怎啊甲拖去水沟等，然后可能翘起安尼死所以等伊，总是后来怎啊活起来啊？活起来伊带着即个真正
相比的即款的心情，倒转去到伫工作的所在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讲虽然伊真红，但是面对着迄款的别人的怨妒，然后要甲刣啊。后来即个丸山洋子即个牧师，因知影即个代志吼，了伫迄中间咧传福音，嘛伫遐底啊陪伴。有一个即个姊妹就甲接纳，带伊倒转去伫伊的家庭，然后伫遐甲照顾。所以伫迄中间来回复，总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这对翁仔某吼，因伫迄个酒店伫遐来帮衬因吼。虽然因无法度马上改变因生活的工作吼，总是咧看因的后一代伫教会，因安怎甲因养育吼。顶回老牧师咧讲，就咧讲迄个姓林的迄个青年啊，伫国庆带唱国歌迄个啊吼。所以咱看讲。这个人，因伫面对着因人生真侪这个黑暗的时阵，无人甲陪伴。这对夫妇，因就正义到伫酒店伫遐，吼，伫因休困的时阵，带因祈祷，教因读圣经，然后认捌这个信仰。这个姊妹后来伫迄中间来信主啊，总是你知影讲，伫迄个过程中间爱应酬，爱伫遐啉酒啊，啉甲肝怎啊歹去，肝硬化。真侪摆出入伫咧病院，后来伊怎啊倒伫咧病院中间吼？医生讲这无效啊啦，怎啊甲等伫迄个病院的走廊啦。后来即对夫妇牧师男牧师因就去甲看去照顾，然后为伊祈祷。伊咧见证讲，伊伫迄个昏迷中间，那像看到一个光，看到一个影。迄敢是耶稣？叫后来是知影讲是迄个男牧师的形影安尼吼。后来无啥物治疗，伊竟然怎啊好起来啊！所以伊伫遮直直做见证，讲上帝安怎伫伊的身上做奇妙工，伫咧甲拯救。总是吼，故事还未结束。故事的结束，有一个姊妹伫迄个中间爬起来，塞一个轮椅来到伫台仔头前，讲啥？当时就是我吩咐迄个细汉的去甲你偷的啦。所以两个人伫迄中间来和好，伊甲赦免伊，因为伊要怨妒伊伤红，要甲刣啊。所以伫迄个礼拜的中间，你看，即个要甲刣，即个可能妈妈送哦，即个姊妹，伊就伫遐来承认伊过去所做的毋对。然后这位姊妹也伫迄中间伫遮来接纳。兄姊妹，不管咱过去安怎，长期拉合有缘，因为上帝的救恩。亲像这个姊妹讲，上帝有缘接纳伊，甚至这个拉合成做耶稣族谱内底一个祖先。上帝的得救的救恩是无分你是甚物款的人，无分你甚物款的身份，只要你愿意相信。上帝要帮助你赢过你人生最些挑战，你的压力高，你会通顺服，来到你主的面前，伫遮来尊叹伊的吩咐。上帝叫你行，你就行；上帝叫你停，你就停；上帝叫你安静，你就安静。求主来帮助咱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主的。咱做为起立，咱用这首诗歌。甲主做伙行，有主的引带。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啥物代志拢免惊。也是苦，拄着日头甲风雨，万事有伊的照顾，我是放心来交托，我有耶稣一生。
世人甲我作伴，伊的听他永远无散，予我心灵真正归我，一路相信的祝福，朝朝满满，我要甲主做伙行，我的需要伊知影，通行过日日夜夜，伊的恩典真高额，我无家己的竞选，一切拢是伊掌管，但愿我心袂完全，也已退役到永远。咱做来宣告，我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听他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归我，一路相信的祝满满。宣告我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听他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归我，一路相信的祝满满，一路相信的祝福，满满。三角来祈祷，主啊，阮人生的道路并无孤单，因为你的陪伴。主，你也爱阮对你行，你看阮行，你抱阮行，你爱阮行。你知影阮所面对的压力高，你知影阮面对着这疫情，阮心中检测有惊吓。你知影阮面对检测阮的工作、事业、囡仔、亲子的关系，你知影阮的压力高。求你来帮助阮，用你的话，想出阮知影安怎继续行落去。有主你的应允，有主你的同在，你就将迄个德性交伫阮的手中。愿主你引带阮的兄弟，伫因人生的道路中间，主你陪伴，你同在，你也应允赐福。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平安来到即个所在，领受主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主，阮知阮有靠主你，互阮有平安；靠主你，互阮有信心，会过着每一天的日子。主，阮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路用，求主你感动。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的代志，毋知有头一遍伫咱中央做伙来礼拜兄弟啊无？若无，咱来看周报消息。咱咱踮伫国门啦，所以咱都爱承受比别人较济，所以咱特别爱搁较祈祷搁较济。咱若进入教会请咱爱刷卡，因为这实名制所以请咱一定爱配合这个防疫措施。咱的时间礼拜时间拢伫顶头请咱注意。咱伫2月13过年了后是2月13 9点半咱会召开2022年定期会员好会，补选2名长老甲3名执事。所以咱的会员名单、长老、执事的选举资格，拢伫迄个公布栏，请咱来看。如果有啥物异议的，请伫1月30前，向咱的社会书记陈敏德长老来提出。咱伫2月13无法度参加的陪参会员，请咱伫2月11进前伊书面。咱的小组长也是小会书记，伫遮来提出请假。咱3月7日要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的圣礼典若要说伫2月20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今年度伫2月20起伫11点、12点伫7楼也有加一场的华语的礼拜。咱先来看这个影片。上帝敢有别个方法吗？敢就一定？为着要解决互大家听有真理，所以咱响应总会做侪场的即个无共款的语言的礼拜总拜部就安排伫即中间的第3场。咱今仔日因为即个疫情关系随时做滚动式的调整，所以今仔日的即个医疗咨询就暂停一遍。青年医院共款的即个配送员嘛是改做线上，会通伫迄中间透过即马上行的元宇宙等等遮帮助遮的囡仔因的专注甲执行的即个困难，咱会通鼓励囡仔伫遮来报名。咱伫即礼拜3嘛有祈祷的见证会有实体甲直播总是未来咱可能用 Google Meet 伫现场嘛会通伫迄个中间做伙来祈祷。咱伫拜开始即德福社区关爱据点因为政府来通知即马即疫情的关系，所以暂时来停止等候市政府通知了，才有搁恢复迄个聚会迄个活动。咱幼儿有透过即个社区办理冲突管理术咱来看即个影片。
现在插播一则新闻快报：隔壁的阿满姨又把他儿子骂到离家出走了。还有昨夜巷口的阿追塞跟他太太又经历了这个月第6次的争吵，摔坏的是新买的锅子。根据记者这1年以来的追踪报道，发现因为疫情而增加的冲突增加了20%。针对此问题，社区专家即将开放冲突管理课程，欢迎民众踊跃报名，我们一起来杜绝无效的冲突，侵害你我的生活。若讲到的名，拄好甲你后壁的名共款，迄毋是咧讲理啦吼。所以伫即中间有即个咱对甲牧区社区有做伙结合啦吼，会通1+1，就是咱邀请即个牧道伊需要有情绪的管理，咱邀请伊做伙来上课吼。有同工来找牧师哦，我遮来据点啊啥哦，应该爱鼓励因来上课啦吼。讲一句话、2句话，就强要弯起来安尼啦吼。所以这嘛是伫提醒咱吼，讲话的艺术吼真要紧哦吼。好原定今仔日下昼1点开始的即个合作社的社员大会吼，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延期吼，等听候通知。不过会当去领米啦吼，社长可以啦吼。咱第6组的蔡庆荣兄弟1月17日，蒙主恩调乡年88岁，伫明仔载哦吼。明仔载早起10点，伫桃园殡仪馆举行入殓1点火化，1点1点倒来家己教会，别来举行告别礼拜，且咱会通参与关心4点要到伫金山的平安园来举行安魂礼拜。今仔日本来是3点半啦，因为这合作社的大会顺延，所以咱会提早伫2点。2点伫7楼礼拜堂来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来安慰这个遗族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读台语的金句，读2遍，做伙来。恁这听到扫甲拖长的声，所有人着大声喊，声像就会倒甲边边。这逐人拢着继续进前冲入城，约书亚记6章第50个一遍。恁这会听到扫甲拖长的声，所有人着大声喊，声像就会倒甲边边。逐个人拢着继续进前冲入城，约书亚记6章第50。咱做伙来吟圣诗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今时煞请由牧师教导，请起立。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少年错甲你所记，心内做。愿你所有我名尽你，也愿心内给我给解，变出因爱做我无有因传人灵魂地球。我要是山求主赐福，困苦的人受因快乐，诚心传甲阮同在，永恒古迹应个你名。当心内祈祷，领受上帝说：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看顾，能赢过你生命中征战的压力过。愿天父上帝永无改变的主爱，
伫即个病毒的世代，保护你出入平安。愿主圣神保护恁的心，赢过不受一切，互恁勇敢壮大，继续行日主为恁备办稳定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咱，咱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